人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亲切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人的无奈，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一半，山在如何来唱一条歌？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着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啊心茫茫，一字一句拢是大话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。哇，两个都一样哦，77分。啊，77什么77.3。哦，点3，宋娜老师是77.3。啊，对对。啊，声波是77分。